非常非常开心呢，进去你们家里。那要说的是这点，艾利亚进去你们家里，今天就是第二个的教训呢，喜喜欢欢啦，再见面。我向天父亚娃和要说问好，他们俩就是那个这教训的那个主，荣耀归给他们俩。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就是要说的，但是这家艾利亚进去你们家里。有可能还有人没听到了，那要说不有你们多，今天就是那个第二个的教训呢，也要把他名字被人改变为安拉，或者耶和华就基督信教的上帝，或者亚非就是那个进入教会的上帝。那今天我们来说这个，我们上答复吧。因为亚娃愤怒的时候，人类就有个机会把这个真正的名字改变。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就其他国家有机会把这个名字改变，有什么原因呢？因为人类看出来，知道了那个天父亚娃向以色列愤怒，就天父亚娃决定了伟大了那个以色列，然后要跟他们离开。从那天，以色列的孩子们多久不认识这个上帝，包括他的那个名字，他们不知道的话，他的那个名字就认多不懂了。人类不认识多大的名字的话，就人类多随便找别的名字，有那个进入教会找了，伊斯兰教也找了那个别的名字，他们有那个他们自己的书，他们伊斯兰教的就是600年后的0年，却那个犹太的书，就是灵之前的以前就是那个改变那个名字，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没办法在求告这个亚耶娃的名字，然后他们呢就老一把了，这个有存在的吗？这个亲爱的天父亚娃，说实话有没有向那个以色列愤怒？然后他跟那个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就不知道了这个名字。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文字，我们看一下那个上文字，然后你们刚才把修理一下那个问题。我们要看以赛亚，我们要看以赛亚第1章，就是那个天父亚娃的那个愤怒的以赛亚书第1章，我们开始从那个第2节，我们在这里能看到
天父耶和华怎么向以色列发怒？因为他们敬拜别的神呢，他们求告别的神呢。然后天父耶和华跟他们离开了，那逻辑的话，天父耶和华招来的时候，他们就转过来寻找那个别的神呢。那这个情况真的很悲伤。那要说的大事艾利亚必须告诉你们那个时间，因为你们跟那个镇长咱们的会脱节你们的，就你们跟他离开，他真呢不喜欢救人呢。我们要开始那个第59章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假如你不求告耶和华的话，就你是救人呢。你可能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但是不求告这个，名字就你没有跟随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会听明白我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就是那个公羊讲1500年的嘛，那个别人呢就是那个600年后的0年，因为你们不知道的话，那艾利亚必须教训你们呢，因为我被差来的为拯救你们呢，那我传告你们呢，为了你们被拯救了，那我们就马上灭绝那个就耶利米书耶利米第16章第9节到第8节到我们要看这个耶利米书第16章第9节直到那个第18节，因为王中他在这里就不会同意错误，我举个例子，一个男人有好几个老婆，对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这个事情就是那个罪恶，因为他被差来的那个限制，因为一定要听从那个限制的话，就是以色列的定制最后的那个以色列的限制是亚胡说，不是耶稣。耶稣是假名字，这个是希腊名字，这个耶稣不是以色列的限制，这个就是那个希腊的上帝缺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最后的限制叫亚胡说，那亚胡说宣告了一个男人一定有一个妻子，一个老婆，一个女人一定有一个老公，从开始了就这样子嘛？为什么你们那里有好几个那个老婆？我们一定要听从那个以色列的限制，除了他们一位就不行，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限制。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因为万众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是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喜乐和幸福的声音中，这地方只喜了耶和华的话，就像以色列，你讲就他是怎么说了？我必
是欢喜的、快乐的声音，喜乐的和幸福的声音从这地方。只是呢，你将这一切的话，只是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我们有什么罪恶？我们向耶和华我们呢身犯了什么罪呢？这个是一件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呢，释放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了，他们释放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因为个人随从自己温更的恶行昔日，甚至不听从我，就是上节呢，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因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不可以加别的名字，然后要把改变他的名考虑，因为这个拒绝这个，如果你不信的话，就你再听一遍那个第一个教训，那艾利亚转告你们在这个地方把改变这个名字，有人就登记因为天父耶和华向以色列发怒，然后他们把那个名字改变了。那耶和华的孩子来了，在这里这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名字，他把这来他的那个最好的那个限制，因为你们就开始就有错误你们就听那个假神了，然后你们不听从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在那个以色列的树那里，我转说你们呢转过来看以色列的树。如果说假如说你们说亚伯拉罕的就以色列的上帝而且摩西的上帝，因为我教过你们这个谢弗尔多拉摩西的那个五经在谢弗尔多拉上，这个就是那个在犹太语的那个语言呢，我们下一次再说这个，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限制，这个就在那个犹太的律法上，这个谢弗尔多拉就是那个他们犹太人的书，这个谢弗尔多拉有这个句子，这个词语，谢弗尔多拉就是那个犹太人的书，他们这个下一次再说吧，因为你们分组的时候就告了别的神了，你们不就告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们那里的神呢是假的有个证据，你们有好几个老婆，这个就是那个罪恶，你们敬拜别的神就不是跟那个耶和华一模一样。我们已经做过那个证据然后他想放怒你，如果你要把那个改变，因为他跟以色列人有力气了，那其他国家有政绩有个机会把那个名字改变，有人已经走错了，别跟随他们呢。前面那里有的人做错了，那我转告你，别跟他去吧，因为时间到了，为了知道那个真理，那艾利亚就
叫你们，然后问你们那里的上帝是谁呀？假如你们要把这个名字改变，为安拉、亚威，或者耶和华，这些三个名字比较有名啊，还有许多名字，许多家名字，但真的要放入你们呢，我们要看一下。所以我比较你们从这地港中，这港到你们和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比昼夜十分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天父耶和华自己说定了，你们敬拜别的神了。那个人类造别的神呢，包括他们以色列人呢。我们要看一下以色列人呢，木匠他们也信仰这个耶稣和耶和华，这个就是那个希腊的上帝他们以色列人在信仰了，人类都在这个地球上随便说，那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被我摘来的，因为以利亚后面就会有。灾难已经走了，以利亚和这个灾难和这个火灾一块儿走，然后会灭绝你们呢。你别找别的办法，你们先寻找以利亚，因为要是在以利亚这里，这个很明确嘛。我们继续吧。耶和华说日子讲到。人必不再指着那令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指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刚才耶和华说日子讲到，却要指着那令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国上来指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令他们在入我中间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从他们那个本地的地被赶走掉了，全世界没有什么权利拒绝这个，他们以色列人被赶走掉了。那个1822年呢，他们被带回去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国家，因为从那个北方那里要拉他们呢，为了回去他们那个自己的国家那里，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以色列人呢被赶出去了，他们从那个从1822年就开始回国了，在其他国家还有许多以色列人呢，就以利亚木匠寻找他们，因为你们做错了，你们就这样子嘛。以色列人呢，你们还不会认真考虑吗？包括你们其他国家嘛，你们都应该认真考虑。我必须教训你们呢。耶和华说：“我要找许多大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要找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些穴中猎取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在后面有人逼迫他们，那耶和华意思就是什么呢？天父耶和华说了，我逼迫你们呢，然后拆掉你们呢，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搔痒，他们觉你恶，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觉你恶后罪恶，因为他们用各种
只是玷污我的地图，有勇哥让这物充满我的张眼也就是什么呢？他向以色列人呢非常非常愤怒，因为他们敬拜别的神呢，别的上帝。我告诉你们，为了转过来，因为这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爱你们呢。你们不求告亚法的话，就求告那个假上帝。从这个时间开始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被赶走掉了，那他们不认识不求告，然后不懂这个亚法名字。我们看一下这个那救赎的话就没有了。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第6章第9节，他说：“你就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盲，只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会转过来，变得一直天父亚法不高兴的时候，向他们那个愤怒，他们敬拜别的上帝。证据你们多随便做，你们不就搞那个听亚法的话，你就拜偶像的了。有个证据，就他们那个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搬拿掉这个名字在他们那个圣经上。假如说你们要求告亚伯拉罕的上帝，为什么不求告他的上帝？我就是告诉你们，求告别的名字，因为我们一块看原来那个犹太的书，因为亚伯拉罕和摩西就是那个公元前1500年，我们要跟随那个，如果说应该要敬拜亚伯拉罕的上帝，要跟随那个，要跟随以前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和那个摩西，因为他们俩见面了这个真正的上帝，还是要听那个600年后的0年的书，或者要听从那个天主教会和他们那个基督新教。但是别忘了，他们已经把它掉了这个名字在他们那个书上，那意思就是那个以利亚到了，为了拯救人了，然后救赎，就是那个代表亚伯拉罕的上帝叫亚法，然后要让人都知道了他们的错误。你们还要做那个以色列的错误吗？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呢被打了。我就是告诉你们多，就听到我就是那个全世界，那要问你们多，你们多在这个地球上，就是你们人类，你们还敢责备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吗？因为你们责备他，如果你们把改变他的名字，那别改变他的名字。假如说摩西求告亚法，就你们责备过了这个真正的上帝，为什么你们把这个改变别的名字，你们就找别的东西，你不怕吗？别求告亚伯拉罕的上帝，你先求，因为你求告别的名字真不行啊！
不让你跟他吵架，就是你们呢，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可以跟他开玩笑，因为他是上帝，他是真正的上帝。那我教你们为了会认真考虑，先看真理，因为以色列人的孩子违背他的律法，然后他向他们愤怒，然后他们被赶走掉了，就去那个其他的国家那里，因为以前第二世界大战。在那个希特勒的那个时代，你们知道了这个故事吗？这个太危险，那你们应该会认真考虑，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愤怒的时候就逼迫你，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改变？因为那个从以前就是亚法，我们就说哈利路亚。为什么要把这个改变为那个耶和华亚非？那当就你们多就没有释放了，就那个就中那个按照那个以赛亚书那个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当就耳朵并非发。真不能听见，但你们就恶事，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就恶事，他仰面不听你们的，那他就灭绝国，他们以色列人呢，你们把这个名字改变就不行，因为以色列的先知说定了，这个真正的上帝不会赐给别的神大的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来念一下犹太的19节的书，他想跟那个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呢，除了我一位。这个就是按照那个19节，他不会同意有别的神呢，或者你把改变他的那个名字，我们要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到第2节，到第3节，神吩咐这一节的话说，这个就是摩西的话。你信仰亚伯拉罕的话，你一定要信仰摩西，因为独一的上帝把他们养出来的，那你们一定要听从那个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就是亚法。大怎么说，在那个sefer Torah上，就是犹太的那个书啊，按照那个出埃及记第20章，就是什么的，就是出埃及记。我是亚法你的神，第2节，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在这里，这个上帝就说定了，因为他就把他们那个以色列人从那个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们其他国家是不是为奴之家吗？埃及，我就是问你们阿拉伯人、非洲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呢？你这个就是对你们，为了你们吗？因为按照那个上文字，他工作过在以色列人那里，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他说了，我是亚法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句子真的很明确，这个就是为了那个奴之家，在你们是不是埃及地位的奴
怒嘛。我告诉你们，出来以为以色列就没有怒之家，在埃及地那里，因为摩西就是那个上帝的先知，就带他们以色列人呢，从那个埃及地位那里，然后第19章我们要看一下那个第19章。出埃及记第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地后，忙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旷野。第2节呢，他们离了，他就是那个赐给国，他们以色列人在西奈那里，这个是第2节，按照那个出埃及记第19节。因为他们那个被奴隶在埃及地那里，因为他怎么说了？我是亚法你的神呢，正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很明确，那个太认识这个上帝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呢，不可能再别的说。然后他跟说，他也认识这个真正的上帝，因为有天使跟他说，别听他说，因为这个很明确，我是亚法你的神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正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那个犹太的树上，那这个亚法名字就在第3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主了，我以为你不可有别的神呢，不可有别的神呢，主了，我以为就是我独一的人呢。那哎呀，在这里就告诉你们，这个上帝神迹在这里就说定了，不可求告别的神呢，主了，我以为。为什么你们那里求告别的神呢？你们知道了，你们求告什么样的那个上帝？有的求告安拉，有的求告耶和华，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是假名字。按照那个谢菲尔多拉，有的人求告耶和华或者亚非，亚伯拉罕和摩西怎么叫这个？这个上帝就是亚法，亚伯拉罕太认识他，真的认识他。但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摩西的上帝，然后摩西说定了，非常认识他。假如说亚伯拉罕的上帝应该认识他，摩西的上帝应该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就是亚法。为什么你们把改变这个名字？为什么你把改变这个？谁跟你说要把这个改变？谁跟你说要把这个改变啊？这个就是那个要问你们呢，对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这个并不容易这个事情呢，因为他说定了。主了，我以为你不可有别的神呢。我们要看以赛亚书，我就是请你们以赛亚书第48章第1节第11节，第48章第11节，我为自己的养故必行，这是我仍然是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他的名字被亵渎了，就是亚法的名字，你们把这个改变了，应该是亚法。你们先考虑一下，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改变？你们有什么权利？谁赐给你们这个权利？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敌人赐给过你们这个错误，然后那个亚法愤怒了，因为他那个愤怒的结果就他愤怒的时候就
跟他们以色列人有力气了，然后人类看样子这个情况就很悲伤了，他们有政绩啊，然后找假神的上帝有许多假上帝的名字，呜呼，这个情况真很悲伤。那其他人就有那个政绩啊，因为亚法对以色列人呢就大相愤怒，他跟以色列人呢有力气了，就其他国家有那个政绩有机会，然后他们要把改变这个为安拉耶和华亚威还有其他的这三个名字就非常有名呢，就是说这三个嘛，这个情况真的很悲伤，看样子这个问题就这个世界应的被灭绝嘛，真的。你会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子对我们说？我就是那个要说的亲弟弟，亚法的孩子，你们责备我，这个就是我，你们不会把杀掉这个真正的名字，你们就是人类，那你们要注意这一点，因为生命的主对你们说。和那个灵魂的主，你们对这个上帝并不容易，为什么你们就这样子对我们的上帝？我劝告你们，如果你们不愿意被灭绝，就你们先转过来寻找亚法，在这个地球上有权利就是他对的，但是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我专说你为了转过来寻找他。以赛亚书第64章，以赛亚书第64章，人多开始不求告他的名。因为没有权利为了在救告他的名字。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并且无人救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仰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就你笑话。对，并且无人救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仰面不顾我们呢，使我们因就你笑话，就这样的情况。看样子这个故事真的很悲伤。我们要看别的散文字，因为结果我们要看一下以利米书第4章第22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第4章第22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心于万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那这个上文字真很明确，以色列的孩子们都不认识这个上帝。就为现在，假如说就告他的名字就他被杀了。我们要看阿摩西书第6章，阿摩西书第6
章阿摩西书第6章第9节，我们来读这个奉耶和华的名字。阿摩西书在哪啦？第6章就是从那个第9节开始，人类都从这里开始那个改变这个名字。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那是若在一方之内生下10个人呢，也都必死。也天父亚法说了，我必不你们，然后杀你们。是人的百数就是少大是少的，要将这是少搬到方位。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大比说：“没有。”有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割地，亚法大名不让我们被杀了。”那他们以色列人没有什么权利，为了在救国这个名字，这个对他们就大危险。从这个时间，他们以色列人就不认识他，然后不知道他。那天父亚法在这个时间在那里就他说了，我的百姓认识我，然后他说我在这里，因为大的愤怒不会去消了。那天父亚法知道叫那个尼布甲尼撒为了那个拆坏那个耶路撒冷的殿，如果你不愿意好像他们那个以色列人的话，就你先做好，因为你就是人类，因为你是他的创造物，你的创造者是亚法，就是那个埃利亚的爸爸，他把我摘来，为了对他非常有礼貌，就这样子嘛。就这样的情况，那木匠有什么情况呢？因为看样子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不可再救过这个名字，然后他们跟那个天父亚法因为他们的话就是那个按照那个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当就耳朵比分法正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你耳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耳使他仰面不听你们，那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就不听你讲，你就浪费时间，你累了，你做那个动作，你做那个动作，你就浪费时间可是那个假上帝会听你讲，那他就要愤怒，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呢。就搞那个别的神呢，目前你们多就搞那个假上帝，别就搞那个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如果你们不就搞亚法名字，那埃利亚就这么说了，埃利亚定阳令是说，就假上帝，你要认真考虑，你不要一直就搞那个你们都。应该会认真考虑，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你们的灵魂，因为大说定了，放分罪的灵魂多，他必须死亡。意思结束第18章，放分罪的，就是那个放就搞假神的。这个天父亚法开始愤怒的时候就。我们要看一下，他就是那个配尼布甲尼撒为拆来，结束样我们要看一下意思结束第18章第4节，意思结束第18章。第4节，
感恩世人的灵魂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是我的，为子的这照样是我的。放分就的灵魂大必死亡。因为大向以色列发怒的时候，有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的那个罪恶，他们就搞了别的神呢，然后他们被灭绝了。如果你不愿意被灭绝的话，因为末期日子近了，你们先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上帝叫亚亚娃，也是摩西的上帝叫亚亚娃，他们两个上帝只一个只对的上帝，这个就是爱你，因为那个灾难已经在你头上，在你脚上，在你脚旁边都有那个火灾，在那个天气上都有火灾呀，在你们地球上都有那个火灾呀，你就要当你的身体，你不转过来，这个火灾就会到你那里。现在还有时间，你先转过来，因为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艾利亚的爱。我做给你们那个凭据证据，你们在这里有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看，要定出那个以色列的限制，我们要看一下天父亚娃别拆掉了他的那个殿，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是什么？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52章，耶利米书第52章，耶利米书第52章，从那个哪一个节？第52章，第7节到第11节那里吧。我们来读下，然后在路上能常看。正被公布，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中靠近王阳两城中间的门，主正道破，加了敌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达去，加了地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兵粮，追上他，大全军都离开他，死伤了。加了敌人就拿住王，带他倒在哈马底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变成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种子，又在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属灵，并且忘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在上节呢，从第20节开始，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19年5月初10日，在巴比伦王面前死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上节用火焚烧亚瓦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因为天父亚瓦把它拆来，那你们先准备好，这个就是那个凭据，他跟以色列人呢没有联系了，他把那个定掉了，断掉了。我们要看那个耶利米书第25章，耶利米书第25章，这个就是因为我那个尼布甲尼撒，我仆人尼布甲尼撒从那个第8节开始，所以王君之亚法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他对以色列人说嘛，我被召北方的众族后，我不认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说了他的仆人呢，这个就是拜偶像的那个来攻击这地，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亚法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辛辣的、幸福的声音，对目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显窒息。那他叫他们巴比伦人为了摘掉以色列人呢，尼布加尼撒又来了，摘掉以色列的家，然后焚烧耶路撒冷的殿，因为他不跟他们那个立即，你还不会认真考虑吗？因为你知道了他的正常的名字是亚法，然后你也是罪人呢，你是坏人呢，在埃利亚这里都不会再做坏事啊，都是完全人呢。有1000个多人跟随埃利亚嘛。有许多人愿意跟随埃利亚，你还要跟这个真正的上帝攻击吗？你还愿意跟他攻击吗？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敬拜假上帝，你还不会认真考虑吗？你随便考虑一下，你自己选择。第一个你要跟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攻击，或者你会认真考虑，然后转过来跟随埃利亚，因为以色列人都等候埃利亚。埃利亚的工作就是负责要把那条人的罪恶，然后要把人都成为完全人呢，跟埃利亚一模一样。我喊你过来，先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上帝，叫亚法。那我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句子，他的话应验了。那其他国家登记了，有个机会了，因为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殿里面，必须求告他的名字。那如今他们不认识他的原来的名字，因为这个故事就是公元前1500年，然后就那天他们被赶走掉了，有希腊人、罗马人，罗马后边也有阿拉伯人呢，然后他们就造了别的上帝的名字，叫安拉，这是好像天主教会造亚非，这是好像他们基督信教。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他们都随便做。那我就是告诉你们，这个真理你们都转过来寻找这个真理，真好了。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爱你们呢，为了拯救你们呢，为了要把你们转过来寻找你们转到这，因为就人多就下地狱了，就是下地狱嘛，就是火狐狸嘛，永远火狐狸。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罪人多，一定下地狱了。按照最后的限制的话，他叫亚胡说，他的名字是亚胡说。你别说你是谁呀？你会认识我？你会讲认识我，意思就是要拯救你，这个对你就是一种好处。
谁人都愿意为了不再犯罪呀，你木匠还继续说外邦话，你继续做淫乱的，因为你有许多那个老公，这个就是淫乱的嘛，这个是淫乱的。上帝创造过，就是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呢。夏当和夏娃，亚当的老婆是一个夏娃的老公，是一个人呢。这个就是那个原来的，因为你们不听话，你们就是那个。有的人呢就这样的做的淫乱的嘛，小偷坏人呢，把改变时候这个名字就这样的做，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会杀掉你。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那个为了爱你，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不会跟你开玩笑，但是真正的上帝。所有的人就告诉他必须转过来寻找他，一跟随这个上帝，就跟随艾利亚，那个这些人多就不再犯罪呀，拆过来就是亚法，就是艾利亚嘛，就我当救你们呢，我就是那个要把拯救世界多。我希望你被分类为了拯救，这些都是需要凝聚，别开玩笑，对亚伯拉罕的上帝，不然你会通过那个灾难，不可以跟他开玩笑。他真非常爱我们人类，但是要注意好这一点。我们下一次的教训，按照摩西的话，这个限制是怎么样了？应该要定出哪一个限制？我们要看这个在那个下一次的教训呢，在这里我们已经查看了，不行了，你的上帝真的有问题。是假的，拯救你继续再犯罪呀，你不完全，为什么要拯救你？为了你成为完全，因为他不喜欢罪人呢，那他将灭绝你，你不被灭绝的话，就他把你丢掉下地狱。在火湖里那里，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为了杀你们的灵魂呢，按照那个最好的限制的道，按照那个最好的限制的话，大叫亚胡说，大是以色列的限制，按照亚法的话，一定要听从那个以色列的话，按照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在犹太的那个sefer托一位先知向我限制，不然不行。出来一位以色列的先知就不行。你要看一下，你要量一下你的先知那里怎么样？我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我跟随他直到最后那里，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道，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摩西的上帝。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先知，因为要拯救你们呢，知道那个最好的那个先知，大叫亚胡书最好的那个大事，我祝你们好，那个听众，天父亚法，保佑你们多，因为在亚胡书里面才可以才可以得救。
我让你们知道了有那个拯救的计划。这个亚法的话到哪里去？如果他要拯救人呢？那个哪个在哪个地方？应该在以色列那里，但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然后成为摩西的上帝，因为他们认识这个名字摩西的上帝。假如你信摩西，你们一定要信奉他的上帝，他叫亚法。我问你们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信仰的话，应该要跟随这个，要关注这个教训。你应该要跟随我，因为你要拯救你的灵魂。就是我对你们世界人都说，你们应该要拯救你们的灵魂，因为分救的灵魂他必须死亡。天父亚法说什么呢？不定救人。这个情况不行啊！先做坏事，然后再求告上帝为了原谅你。没有啊，他怎么说了？救人多，下地狱了，就在火湖里那里，就你们救人多，当火这个危险，你们人类多，在这个地球上多就是这样子。那你们都是救人了，你们先跟随艾利亚吧。那我们都先一块儿祈祷。亲爱的天父亚法，我宣告你的话，就与你的全能和你自己做证据，因为这是你的道，因为你真的爱人类，你就说定了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介绍了你的真正的名字，你的名字是亚法，所有的人跟随你都不会再犯罪呀。当然就是艾利亚嘛，天父亚法，所有的人跟随你都有福了，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有报名了在天上的天那里。我就告你，为了拯救他们多听众观众这个话，请那个答复他们的祈祷。我求你为了拯救所有的人多，时间到了，要让人多知道了这个真理，为了他们转过来寻找你。因为目前你的灭绝已经走了，我求你为了拯救，还有能拯救的话，就先拯救他们了。他们能听的话，先拯救他们了。我非常感谢你，天父亚法，奉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好，为了有所保佑你们呢，为了下一次的教训呢，亚法的那个好处，为了你们那里多，再见。